起大落，我的小花小果，你是传说，而我是什么？想不通自己的疑惑，你怎么会爱上我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求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。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求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记。来，这个峰峰这个多吃点菜啊这个菜好吃。谢谢叔叔阿姨。这是我亲手做的。哎，怎么还叫叔叔阿姨啊？爸，你多吃点，少说话。妈，都快结婚的人了，也不要害羞。其实妈妈也早就想听了。妈，别理他们，吃吧。爸妈，请多关照。乖女儿，哎呀，乖乖乖，坐，来坐下。来，多吃一点，多吃一点啊！哎，多吃一点。吃菜啊！多吃菜，多吃菜，多吃点啊！快点吧。真乖。工作进度不错呀，继续努力。大哥，大哥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就是想谢谢你，我这次一定会惊天地泣鬼神，我一定不会让芬妮失望的。大哥相信你的能力，也相信你的赤子之心，一定可以打动芬妮。只要你坚持不懈的努力，一定会成功的。对，我们兄弟二人好像很久没有像今天这样聊天了。大哥啊，你看我这最近也确实是太忙了，我这都搬到公司来住了。我最近确实没有时间照顾你和元宵。你最近是不是病情又严重了？我看你这白头发又多了。是不是那个老鄂？他没有天天坚持给你熬那个黑芝麻糊？我就知道，我千叮咛万嘱咐，我都跟他说了，他就是不听我的。你看，我肯定得好好治他，这个臭鳄鱼啊！好了，大哥没事儿，老毛病又犯了。照顾好你自己。那我就不打扰你工作了。啊，对了，我家就是你家，以后没事的时候经常过去，有空的时候记得经常回家。我早就把那儿当我家了。那我就先走了，加油！啊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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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个为自己心爱的女人，
不顾一切的去争取。也不，我真的很想你。哎呀，亲爱的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让你这个刚出院的人一大早跑出来见我。我最近真的有点忙。哪儿的话呀？大明星陪我吃早餐，我三生有幸。别闹了。你看我现在恢复的不是挺好的，能吃能睡的。真的没事。你们俩还没和好？都多长时间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什么叫和没和好啊？我和李欢不一直都是朋友吗？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不说算了。芬妮，我有件事想跟你说。什么事？我跟黄辉准备结婚了。真的啊？啊？看来我做的真的挺过分的。这么严肃的话题，你却是这个反应。我应该是个挺差劲的女人吧？不是，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我知道，我真的决定了。或许，这个是最适合我的，也是对所有人都好的决定。我应该重新开始，和过去彻底告别。小风，如果这是你想要的，我支持你的决定。虽然我会难过的哭上一整夜。哎，你的戏不要太好。说一句你不爱听的，我有预感，我觉得这事儿不会这么结束的，相信我。快吃点吧。好，你也吃。老天爷，我真的好想帮帮老板和元宵啊！求求你启发启发我吧！黄辉，他该不会又来问我李欢的事情吧？喂，任静，干嘛鬼鬼祟祟的？躲着我呀？没有啊。我真的不知道李欢的事情，不要再来问我了。我来是要告诉你，我跟冯峰准备照原计划举行婚礼。真的？恭喜你啊，终于如愿以偿了。不过，怎么看你好像还是很烦恼啊？不知道为什么。
竟然会讲出这么有哲理的话。你才白痴呢，我也是有感觉的人，好吗？不过黄辉，作为你跟冯冯最好的朋友，我一定会祝福你们的。一定要幸福哦。一个个都离我而去，这正是我想要的。这我一个人过惯了，我根本就不需要。我今天终于知道，所谓的真爱，那是这么不堪一击，几个臭钱就轻易买到，是我太无知。还是我不愿意向命运低头。我不愿意，就这么认输了。啊，过了。哎，真好，芬妮，太棒了，完美，太完美了。好，好，真好。李欢。你现在的演技啊，已经炉火纯青了，我看，你就等着拿奖吧。你别打趣我了，你就是这么对待中国最具潜力的女演员的？啊？她们也是小吃界的男主角、女主角，很配你的哦。好呀，难得你这么闲情逸致的来探我班，那我就赏个脸，彻底的抛开偶像包袱吧。好吃。你一个人啊，拍戏赶场，还有呢，又要熬夜，又要忍冻挨饿。哎，一定要记得找空闲的时候啊，就要多吃多睡。事业固然重要，但身体健康更重要。哎，那你就再帮等一个人多设计几套健康套餐呗。好。芬妮姐要开拍了。哦，来了。等一下啊，我还有一小场，很快就结束，一会儿再聊。谢谢导演。辛苦了，各位，大家辛苦辛苦。谢谢导演。哎，人呢？他今天怎么让人感觉不太对劲呢？喂，喂，小风，你现在有空吗？有空啊，怎么了？其实，我不知道这事该不该跟你说。李欢他今天过来探我班，但我总觉得他有点怪怪的。他不一直都是这样子吗？你又不是不知道。这次不一样，我总担心他会出什么事儿。反正啊，你要是有空的话，就多和他联络一下吧。你们不还是朋友吗？小女干妈，你快来救救我呀！我逃不出去了，我没办法了。云霄，来吃饭了。吃饭了啊！我不吃。怎么又绝食啊？忘了上次有多么不舒服了？也好，
不吃饿晕了，直接就把你运走，省得我费事儿。好饱啊，太满足了。嘿，月霞，我知道你在这里生活得很快乐。其实，我也不想让你伤心。但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，你也明白，我们不属于这里。如果我们跟这里的人接触的过多的话，就会给他们带来危机。你也不想看到妖女遇到危险吧？没有我们，妖女才能安定的生活。她属于这里，本来就不该和我们在一起的。可是爸爸，我真的不想离开妖女。你要记住，只有离开了我们，妖女才能幸福。爸爸，你可千万不要再丢下我了！我已经失去了母后，失去了妖女，我不能再失去你了。爸爸，爸爸。月霞，从今往后，只有我们两个人相依为命了。这次不一样，我总担心他会出什么事儿。反正啊，你要是有空的话，就多和他联络一下吧。喂。对不起。没有什么对不起的，该是我说对不起才对。上次你来我家，因为元宵的病，可能我情绪激动了些，差点忘了说最重要的话。我在这里祝福你跟黄辉。我能够看出来，他是真的很爱你。你会幸福的。谢谢，你也要幸福。我会的。乍见那过真心的人，回忆还残存。我们缘定今生，情分确定在了前生。用痴心等待和你再走一程，也不负我的真。我这一生最幸运的事，不是当皇帝，不是做福生，而是让我遇见了你。丰富。
我想，你先说。没什么，还是你先说吧。我想说，你准备好了吗？那明天早上9点，我直接接你去民政局，好吗？好，记得带上身份证和复印件。放心吧，我知道了。明天见。拜拜。姐姐，怎么还没睡啊？恭喜姐姐，明天就要大婚啦！哎，恭喜姐姐大婚！我柳儿虽然没什么值钱的东西送给姐姐，但我柳儿有压箱底的宝贝。这个可是太后赐给我的，她说是她宫外的一个故人送给她的，她不便收藏，就赐给我了，说我照顾小皇帝尽心尽力，而且说呀，这个玉佩戴上之后就会找到真爱。这么贵重的礼物，你还是自己留着吧。姐姐，你是我从古代到现代最亲的人了，我应该送给你。而且，我虽然不知道黄辉姐夫是不是你说的那个真爱，但是我觉得他对你很好啊。也不比嘉业国师还有太上皇差。虽然他长得吧跟嘉业……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别再比了。柳儿嘴笨，柳儿其实想说的是，姐姐，我希望你幸福。谢谢你啊，柳儿。姐姐，今天晚上好好睡一觉，明天做一个漂亮的美娇娘。你也早点睡。逃不开，望不穿，也放不掉的情感。每次蓦然回首，你都在。我的影子从你生命过几次，却从未留下名字。记忆中的